好嗱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出得都齊噶，快少少中檔登天橋都係快啲嘅，內檔財不露眼都快啦，咁跟住就早德寶啊，然之後埋緊嚟嘅馬咧，自如式放低喺前邊啦，咁啊外檔嗰邊咧上埋嚟咧，仲有咧就啲廣幕閃電嘅，咁然之後個馬啦咁先至見到咧就搶咗上去喎嚇，咁仲有咧就原升旗就搶唔到㗎，反而喺佢前面嗰隻滿字上咗去啊，跟住個馬咧仲有怒風火，咁再下一陣嘅馬啦咁先見到咧花城日暖啦同埋滿福氣就一齊㗎，然之後就澎湃引擎湖中仙子嘅包緊尾藍衫中彩線啊，轉緊彎嘅時候諗啊前面和藹奔去咁嘅場面啦，中間隻滿字居然搶咗出嚟添，原勝企喺外檔啊搶埋一份嘅，咁內檔嗰度咧就財不露眼啦，登天橋搶唔出喎，咁外碟走咗上去自如釋放啦，出邊仲有隻個怒風火㗎，內檔嗰邊啊早德寶啦，然之後咧花城日暖亦都出埋外檔，中間滿福氣嘅頂出大外檔嘅湖中仙子啦，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咁前面仲爭緊啦，就滿字咧鬥緊內檔嘅財不露眼嘅，後邊啲馬上嚟啦，自如釋放怒風火啦，出邊花城日暖有路上啦，大外檔嘅滿福氣嘅，最後200零米嘅時候諗前面怒風火出咗嚟先嚇，花城日暖追到上嚟，後邊有隻中彩線衝得好勁喎，前面就怒風火鬥花城日暖，花城日暖過唔過到啊？過到就贏啦，第2名嘅怒風火，第3名中彩線啊，第4名就滿福氣嘅，哇贏就贏啦，不過都幾險下喎，花城日暖贏啊，贏咗怒風火啫喎，不過2、3名都好難搞啦，好難搞啊，中彩線怒風火嚟嘅喂，彩線係買到嘅真係中彩線啊！呢場馬呢早段都有啲馬都唔知做，有啲跑錯晒啊！登天橋你出側咁快又唔走喎，你真係嗰度咁你又唔走嘅。好啦，12號、6號、17號、14號啊，哇滿福氣都係第4啫。唉，啲馬跑錯晒喎，睇早段啊。早德寶又抽咗啲實車簽。嗱呢隻12號真係靚嘅，點都攬翻住佢。不過哇嗰啲好棘手啊，真係。中彩線啊！呢個怒風火都蝕到傻㗎啦，轉彎都已經咁都仲爭啲贏嘅。中彩線就包尾入直路嘅。好啦，麥道朗贏，不過比預期中贏得辛苦啊，真係。滿福氣其實都緊㗎咋。你走中內欄啲馬冇晒哇，嗰啲登天橋左添啊。好啦，咁啊12號嘅花城日暖啊，成為咗今年度嘅東奔1萬錦標得主啊，我哋睇重播。